来继续来看无党籍的立委林昌泽，伫个面册来破文章，讲伊已经正式送件要加入到民进党。伊讲要加入民进党这件代志，伊已经想真久了。尤其是听到进前反服务的歌文提讲，伊即摆停服务，再加上伊的老战友黄国昌加入民众党，拢互伊真着惊，所以送件申请加入到民进党，推荐人就是赖清德。递件是昨天啦，但是整个那个申请书那些都签好，大概上个礼拜。无党籍立委林昌佐正式加入民进党。昨日面册写讲，伊的推荐人就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。很简单的约了一个时间，然后就拿申请书给主席签名这样。然后总统参选人推荐林昌佐嘛讲了讲，之所以会加入，是为着这件代志。突然之间，一个过去因为反服贸运动而得到政治前途的一位政治人物柯文哲，他居然讲说要重启服贸，蓝白已经有共识，所以我其实蓝白合不合，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，因为他们过半了，他们就是有这个共识啊。留年郭文铁面对服务的议题态度变来变去，过去的战友黄国昌却加入民众党，搁连入不分区。这我就感到非常的无法理解啦，因为我想这个是10年来台湾人民努力的这个方向。好不容易有一些成果。加入民进党了，甲过去的战友黄国昌却变成上熟悉的青云人。很久没联络了吼。当然啦。围边行过，拢无拍就风。那个时候入党可能会被误解为要争取不分区，所以我就又再调整了一下时间，到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比较合适。想要入党想真久啊，就惊讲互人摕来做文章。林昌佐表示讲，说来会全力辅选，搁拼民进党伫国会席次超过一半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